继续来看立委的选战，台北市第3选区是两个因头仔送的争霸战。国民党是现任的立委蒋万安，民进党是新生代的吴怡农。今仔日两个人拢跨区，甲共党的候选人共同来造势。蒋万安是甲立委费鸿泰到传统的菜市仔去拜票，那吴怡农是甲立委林长佐游行扫街。 1、2、3。要签名翕相拢无问题。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吴怡农找跨区立委候选人林统祖做伙造势，个人人气嘛加倍。立法院113个立法委员，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，都不是我们一个人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的。选举的时候开始，也会延续到选举之后。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 一战车伫扫街用跨区联合组成的模式吸引选票，敢若是哪里双方拢安尼做。蒋万安，动算！蒋万安，动算！对手蒋万安同一个时间嘛，甲第7选区共党立委费鸿泰做伙吹票，加入传统菜市仔压每一双手，大家互相有选情。联合竞选、联合造势哦，对整体气势的拉抬，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帮助。特别是选区邻近的，我们都会找机会联合竞选、联合造势。 台北市区选举并团体战，第3选区更加变成重点的地区。蒋万安甲第7选区的费鸿泰做伙吹票，吴怡农嘛甲第5选区的林统祖互相徛台。甲较早家母带家囝模式无共款，即摆选战共党候选人变成上好的盟友。台北市区域立委之战，国民党要拼8色拢调，民进党化工要抢5成。